家市面上嘅爛尾樓咧並唔係最可怕嘅，因為已經爛咗尾啦，已經停止咗銷售。最可怕嘅係準備爛尾又未爛尾嘅樓盤，因為咧仲喺度賣緊，一個唔小心咧你就會落搭㗎啦。因為曾經咧賣過俾福成地產嘅樓盤咧，亦都改名叫做福成前龍華府，繼續收割嘅。經歷過債務糾紛、法院查封、工人投身，仲有業主反饋啦，我就已經收咗樓啦，但係樓層嘅裝修咧仲未完成，無論係司法訴訟啦、行政處罰啦，亦還是呢個合同糾紛等等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講咗2期爛尾樓啦，咁就得到咗唔少觀眾朋友嘅支持嘅。咁睇得出大家都係好想繼續聽呢一種買樓避坑嘅教程啦。咁既然大家都想聽，阿 Ken 咧亦都係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啦。今期我會繼續爆料，而家市面上嘅爛尾樓咧並唔係最可怕嘅，因為已經爛咗尾啦，已經停止咗銷售。最可怕嘅係準備爛尾又未爛尾嘅樓盤，因為咧仲喺度賣緊，一個唔小心咧你就會落搭㗎啦。咁其實而家喺中山買樓咧，其實係唔簡單嘅。市面上呢一大堆嘅韭菜盤，推出各種嘅優惠打折啦。咁要錢唔要貨嘅開發商咧，就到處都係，甚至有啲樓盤咧就割完一輪又一輪。咁換個樓盤咧又繼續收割。呢一種套路咧，亦都係呃咗唔少嘅港澳朋友埋咗單嘅。咁大家咧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啦。咁而家咧有好多港澳朋友咧已經係中咗招㗎啦。買咗一啲韭菜盤或者係一啲殺豬盤，咁我喺呢一度咧我就唔逐一去講啦。我總結咗一下咧，就無非一樣嘢嘅啫，就係貪平。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嚇，便宜咧就莫貪，有時候咧真係貪字得個貧嘅啫。啊，仲有而家咧買樓一定要選擇翻啲現樓啊，以免樓盤爛尾。啊，咁今期咧我哋繼續上乾貨。而家有啲樓盤咧喺國內咧係已經割唔咗韭菜㗎啦，本地人聽到呢啲樓盤名咧，已經係打晒冷震㗎啦。咁呢啲韭菜盤想要去貨，就只能夠繼續腰斬，加大力度宣傳，支付高額嘅廣告費，先有機會出到貨㗎嘛。我整理咗一下，目前中山賣緊嘅4大韭菜盤啦，一個爛過一個。咁佢哋有一個共同點咧，就係平，一定要睇完啦，睇下自己有冇中招啊。第一個，我哋先嚟睇睇號稱外地韭菜收割機嘅樓盤。呢個樓盤咧夠膽認第二咧，就絕對冇人夠膽認第一嘅。佢係中山火炬開發區最坎坷嘅一個樓盤啦。經歷過債務糾紛、法院查封、工人投身，熟悉佢嘅人咧就叫佢做真華花園。如果唔係好熟悉佢嘅人咧，可以叫佢做前龍華府先。因為曾經咧賣過俾福成地產嘅樓盤咧，亦都改名叫做福成前龍華府，繼續收割嘅。當年嘅福成地產接到手，以為借住深中通道泥村出口嘅概念啦，以為執到啦。點知買咗2年之後咧，先至發現原來係一個辣手煎堆啊！咁搞到最後咧，自己都係破埋產嘅。最後打包埋俾世茂集團啦，隨之亦都改名叫做深中一城啊！咁整個項目咧就從2015年開始賣㗎啦。賣到而家咧，足足10年時間，仲未賣晒。咁前後咧就換咗3個開發商。當年咧就借住深中通道第2出口、泥村出口呢個概念咧，係炒到咗18000蚊一個平方嘅。咁令到咧就有好多外地嘅投資客爭先恐後咁入場啦。價格亦都係從15年嘅4000幾咧，升到18年嘅18000幾嘅。咁隨住深中通道第2出口、泥村出口取消建設啦，咁等同於咧當場咧就判咗死刑㗎啦，跌幅咧就超過60%。咁而家就7000蚊一平方咧就可以買得到啦。高價位入手嘅買家咧，我估計而家咧喊都冇眼淚啊！咁外地投資者咧一律咧就全軍覆沒啊！睇到呢度咧，你以為好慘，再慘啲仲有啊！咁大個小區交咗樓幾年啦，咁每一棟佢嘅入住率咧係不足10戶嘅。除咗銷售中心咧喺度營業緊，樓下嘅幾百間商鋪咧全部都係空蕩蕩嘅。咁可能啲商家咧就諗緊啦，喺度開鋪，究竟啲嘢咧可以賣俾邊一個？冇人啦嘛。咁到目前為止咧，小區咧係用鐵皮咧圍緊內部嘅，就係唔想俾你哋入到嚟，因為裏面道路下陷，地板就開裂，小區咧就下沉嘅。地下車庫咧交咗樓幾年啦，而家咧都係用唔到嘅。周圍咧全部都係工廠，2公里範圍內咧冇任何嘅配套，所以咧外地韭菜收割機呢個稱頭咧，深中一城咧佢係實至名雞嘅。第二個就係港口嘅海倫堡9月府啦，我之前咧嘅視頻都有講過呢個樓盤嘅。咁呢個樓盤都係中山嘅一個跳水冠軍，
開盤嘅時候咧賣緊14,500一個平方嘅，咁而家腰斬7000蚊就有交易啦。咁樓盤門口咧就係靠住三角快線嘅，咁呢條快線咧係中山最多貨車嘅一條快線啦，可以講話係嘈到拆天啊！咁仲有隔離咧就有一個傳染病醫院啦，咁分分鐘出街咧都要戴3個口罩啊！咁而家海倫堡咧已經破咗產㗎啦，咁一期咧收咗樓嗰啲咧稍微厚啲，二期到目前為止咧都係仲未收樓嘅。雖然而家咧列入咗保交樓名單啦，但係幾時交樓仲係未知數。就算交樓俾你都冇用，因為咧呢個樓盤周邊全部都係荒地同埋廠房，屬於咧三無配套嘅樓盤，冇商業、冇醫療、冇交通，基本嘅生活配套咧都要開車10幾分鐘先可以到達。而家一期嘅入住率咧真係低得可憐，入住咧不足10戶嘅，所以大家買樓嘅時候咧真係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先好俾錢啊！如果唔係，你分分鐘做咗人哋嘅韭菜，你都唔知啊！第三個，我哋嚟講講中山南區嘅碧桂園鳳凰城啊！本來呢個樓盤咧去年嘅8月份就要交樓㗎啦，而家入邊咧仲係毛坯狀態，仲有業主反饋啦，我就已經收咗樓啦，但係樓層嘅裝修咧仲未完成。連廚房嘅上面嘅吊頂咧都仲未做好嘅，仲有公共位置嘅消防柱全部都係漏水嘅。咁以上嘅問題咧，全部都係業主反饋㗎啦。咁唯一嘅亮點咧就係望山景嘅生態大湖啊。咁但係好多買家都唔知道咧，呢座山嘅後邊全部都係人哋嘅祖宗。所謂嘅旺中帶靜係唔係咁呢？當其時呢個樓盤喺中山嚟講咧，確實係價格低窪嘅，因為當其時中山嘅市區咧係賣緊2萬幾3萬蚊一個平方㗎嘛。咁而碧桂園鳳凰城咧，佢淨係賣13000蚊一個平方，咁亦都係吸引咗唔少嘅外地客咧係過嚟購買嘅。咁而家嘅二手價咧就7000蚊就有交易啦，跌幅咧去到50%嘅。咁呢個樓盤咧一直以嚟咧都喺我個價牌名單上，因為碧桂園鳳凰城無論係司法訴訟啦、行政處罰啦，亦還是呢個合同糾紛等等，佢嘅案件咧已經係數都數唔晒㗎啦，可以講話係開發商咧已經係爛到入吉㗎啦。就算唔係開發商爆雷啊，咁佢都唔會口退邊。呢種類型嘅低價遠交大盤，中山咧仲有好幾個嘅。但永遠咧都有源源不斷嘅韭菜咧衝埋過嚟嘅。第四個，我哋再嚟睇睇雅居樂嘅贏家公館啊！樓盤嘅門口就係中海高速，你唔需要校鬧鐘，每日路過嘅貨車司機咧一定會必醒你。咁項目直線距離3公里咧就係中山嘅垃圾焚燒場同埋中山嘅風水寶地福邑苑公墓啊！咁項目咧佔地就唔大嘅，得返幾棟樓。咁係雅居樂同呢個世光創建合作嘅一個項目，商業性質嘅。咁最高峰嘅時候咧係賣到過萬蚊一平方㗎，咁而家咧售樓部咧6000蚊就有交易啦，跌幅咧係超過50%嘅。咁據我所知咧，目前咧起碼有超過300位香港業主咧係入咗貨嘅。咁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啦，真係唔好貪平嚇，冇咁大隻金乸隨街跳嘅，就算有唔一定輪到你㗎。咁如果你都想諗住喺中山買又唔知買邊度嘅，可以 call我，我會幫你分析一下，避免咧買到一啲韭菜盤啊。好啦，今期嘅影片咧就到呢一度。如果你認為阿 Ken 嘅內容對你係有幫助嘅，可以俾翻個 like 我。咁上一期就有位觀眾朋友問到我，而家大陸啲睇樓團信唔信得過？咁換種講法就係睇樓團咧有邊啲套路同埋陷阱需要注意嘅。咁我唔知大家嘅睇法係點樣啦。如果大家都係想知道的話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有興趣3個字。如果大家都係有興趣嘅話，我下一期咧會單獨出一條片咧同大家講講。最後再提提大家嚇，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啊，訂閱翻我嘅頻道，可以將我嘅影片分享俾你有需要嘅人。我哋下一期見啦，拜拜。